继续要来讲，咱的劳工朋友到底几岁才会当领劳保年金呢？讲爱看年次，46年次以前的劳工，60岁就会当领劳保年金；47年次61岁才会当领；48年次62岁会当领。照安尼甲推算落去，每增加一个年次，增加1岁才会当来领。一直到51年次以后的劳工，拢爱到65岁才会当来领劳保年金。劳工朋友辛苦工作，劳保年金是退休的保障，但是劳保年金请领年龄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。想要知道几岁可以请领劳保年金吗？其实密码就藏在你的身份证里。想要将顶面的出生年次，就是领劳保年金的通关密码。46年次以前的劳工60岁都会当领，47年次的就要满61岁。安尼推算落去，每增加一个年次，加1岁请领。一直到51年次以后出世劳工朋友，拢得爱到65岁才会当领劳保年金。另外，劳工朋友嘛会使上劳保局的官网有试算的系统，输入身份证的字号、出生日期这些资料，就会当知影退休金要安怎领上有利。要让他放心，老年可以领取劳保年金的话，那就必须要政府拨补入法，跟付最终支付的入法。劳团肯定行政院长苏贞昌承诺每年拨200亿给劳保基金，但是嘛呼吁应该爱伫法律上明定，劳工朋友才会当真正放心。